如果別人犯錯阻礙了我們達成目標，當憤怒逐漸消退後，我們可以選擇以堅定的態度向對方表達想法，這樣比一味壓抑為好。堅定地表達憤怒有3個步驟： 1. 形容對方做過的事； 2. 表達自己對他所做的事有何感受； 3. 表明對方可以怎樣補償。